本来就没有要关掉公司啊，那远航是一个60几年的公司，也不是我创立的，有没有张安维，他都是可以存活着的。位置准备好了。我想，我跟副董事长我们首先跟造成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不便及造成这个员工的不安跟大家道歉。第一个啦这个是一个资金未到位突发的状况那我们队并没有拖欠任何的款项包括员工的薪水，我们也没有要结束营业，也没有资遣费的问题。那我们对旅客的权益也都顾及得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承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有3组以上的投资人正在洽谈那在这2个礼拜左右陆陆续续会有10亿的资金到位了。那我们也会正式的行文给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我本来就没有要关掉公司啊那远航是一个60几年的公司，也不是我创立的有没有张安维，他都是可以存活着的我觉得这个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依靠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要照顾多少1000多个家庭，所有人的焦点、责任、义务全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所以我需要有其他的投资人。那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宣布，我们有其他的投资人在我昨天给大家的信之后，马上我已经这个本来认为很多这个迟迟未进的投资款可能已经不可能了，可是现在昨天之后突然都愿意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愿意投资进来这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我不怪任何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后我了解当时他们都承受莫大的压力那只能说先安抚，所以他们擅自发了一些文，那我只能说危机处理得很好，但是稍微过急了那这个起码确定一下，这个我们开个玩笑确定一下我死了没嘛，对不对？